嘿，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晚敢有算晚安？这算是好啦，反正5点就对了。嘿，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花季林的网络好厝边。怎么好像有点哦，这我自己留的了。哎，伊藤绿茶晚安，伊里晚安，阿酸晚安，你们好啊，你们好。哦，要戴上墨镜才不会把聋了传染给别人。好。算早安，因为刚起床 ，OK， 应该要算下晡，所以是午安叫，大家午安，大家好，午安不太好念呢。嘿，好，我现在好燥热哦，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有点感冒了，嘿，但应该是还好啦，没有严重到那个淡薄发烧，我想要吐，应该是没有到那样。好啦，那反正今天如果真的比较累的话，也许就没开那么久，应该吧，我也不知道。好啦，那。好像也哇！感谢玉溪的降落，天哪！我刚刚开台前才跑去偷听玉溪唱歌，他练歌超好听的，对，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去听玉溪，就是唱歌，对，欢迎玉溪降落，直播辛苦了，感谢，对我刚刚有偷听一下，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我偷听的时候已经有错过很多首了，我还打算晚一点要去补档。好，感谢玉溪降落，然后真的是诚心推荐给大家。然后刚刚在玉溪的直播也有偷偷透露一下，不如我这边再透露一次，就是下礼拜，对，应该是下礼拜，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啊，对，下礼拜那个深 V 话题转盘，我们会请玉溪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对，大家到时候可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到我们2个人同台呀。嗨，米娅，晚安啊，不对，午安，米娅，午安，多余午安，你们好。对，提前宣传的是提前宣传了。好，耶，猫猫卡爱你也来了，大家晚安啊。好，对，很不偷偷那一不小心就讲太多，没办法，毕竟是唐突系的，这也是一不小心就会透露太多。我好像真的蛮常被人在直播的时候。提前透露很多事情，好，但应该还好啦，这个也不是什么不能先讲的。好，那我们就先来转看单人转盘吧。对，好紧张哦，希望今天可以讲一些辛辣的话。好，最近马铃薯老师，对，如果大家不知道马铃薯老师是谁的话，他是我的电脑。最近马铃薯老师好像身体不太好，最近好像。开台的时候，他都会卡卡的，我有点困扰。好，但是困扰也没有用，我们还是来转盘。这已经不是偷偷透露，这是预告，确实，简直就像预告犯罪一样。我已经预告，到时候又要把人家绑架来，逼他陪我聊天了，跟霸道总裁一样嘛，这是通知不是商量，没有在跟玉溪商量的，直接通知他，下礼拜来联动啊？没有啦，我哪有这样？我有那么恐怖吗？虽然我最近也在想说，很想要当个很像反派角色这样子，把一些主播抓来玩死亡游戏，但是太刺激了。这个我说的刺激是只要写一个很大的企划书，感觉超麻烦的，是这个部分很刺激，所以暂时没有要执行。好了，我们废话讲太多了，还是来转盘好了。油画来杂谈。是这样说，油画你引起我的注意，不对吧？直接叫人家油画，感觉超没有在尊重的。对啊，伊里你当然是参赛者啊，要搞这种东西一定是先问伊里要不要来，这是肯定的吧？好，那好问题在最近刚好很适合讲这个话题耶。好真的也还蛮时事的。虽然我把这个塞进转盘已经一段时间了，对，但刚好也是搭上最近蛮重要的时事嘛，就是这礼拜叫什么呢？7月26，对我应该没记错吧？我周表上甚至有写7月26要投票，对，就是说要投这个罢免的，无论你是同意或是不同意。都可以记得去投票哦。对
当然你可以先，我需要贴那个网站吗？等一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选区有没有那个罢免投票的话，好啦，也没有不能贴啦，太时事的主播是不是黑箱？那转盘就是很会做效果啊。对，好啦，这个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选区有没有在投票的话，真的我今天完全没有想到我要讲这一段。就是这真的是宇宙的意志，真的宇宙叫我讲，好，我讲。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选区有没有在进行罢免投票的话，可以点这边去看，然后可以自己查一下你的投开票所在哪里。对，没错，只有大人可以做的事情，是没错。好哇，我直接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吗？好像也还好啦，我也没有跟你说我要投哪一个，虽然常跟台的人就是不用讲也知道，对，好，那就是宣传的部分就我觉得会来看的人可能也都已经有知道，就是可以从这个网站看到自己需不需要投票了啦。好，公众人物该不该表明立场呢？我觉得是个人选择啦，因为大家要当公众人物的话，就很多人好，我们讲直接一点，举例，如果说 VTuber 的话，很多 VTuber 想要出来当 VTuber， 可能就是因为想要就是赚点钱，或是想要用这个演艺活动的这个就是进行这些活动，然后来养活自己嘛。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为此选择不表明立场，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啊，这是个人选择。对，但是表明立场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对于经营频道或是经营你的粉丝群来说，我自己其实觉得表明立场不一定会比较不好因为在这种时候，如果是勇于表明立场的人，然后跟你立场一致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哇，你好赞哦，你直接大声讲你直接敢直接把立场讲出来。那跟你意志相同的人，就是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人，他就会来关注你啊。他就会愿意，可能对你会更有更会成为铁粉吧，有可能，对，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在怕的。我觉得有常看我的台的话，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都是蛮敢直接讲立场，不是这个转盘本身就是充满了这个成分啊，甚至我还会把来宾抓来逼来宾一起表明立场，太好玩了。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首先，该不该就是个人选择，你不能阻止他。就是如果他表明立场之后，你觉得你完全不认同到你再也不愿意看他，那你就再也不要看他。对，公众人物要么一开始不表明，要么一开始表明嘛。我觉得也不一定啦，但是表明之后不要改来改去的，看起来很像其实没有自己的意志对，就是一下子说这样子，一下子说那样子，然后隔天又讲不一样，就感觉很像。他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立场，他只是随着风向摇摆，或者是随着谁塞钱给他就讲什么话。我自己是觉得观感不太好。虽然他如果没犯法，你可能也拿他没办法。对，哇，双押不对，三押没犯法哦。虽然只差一个字，好，口号上按满还给，欢迎，没错，尝到一半表明啊，也是有。对，有时候看一看也蛮开心的，就是从来没有提过的人突然表态了，然后又跟我想法一致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赞哦！对，也不错啊。反正我觉得以经营的角度，我今天比较想要多讲是以经营的角度，该不该表明呢？我觉得其实可以，我觉得不用过度害怕。当然你也可以不表明，但是表明也有表明的好处。对，尤其像我比较像是在做可能有点议题类的。或是我不知道啦，我觉得会做台语附赠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是肯定会有需要表明一些立场的时候，所以从一开始就蛮确定的。那反正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表明立场可以吸引到就是跟你想法一致的人，如果同样也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的人，应该会更爱你，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在经营的角度上其实是可以的。最近其实也看到蛮多 VTuber 有蛮明确的讲出。对，就是又是时事，就是对大罢免的立场的，我觉得看了会蛮开心的啦。对，我觉得愿意出来讲还不错。
不然自己的健身房电商便当可能会爆掉。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改来改去真的是观感蛮不好的。对，那不做过多的评论，反正在讲谁，应该大家心里会浮现出一些符合条件的人，那就那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好臭一直臭，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没有特别酸人，也没有那个。蛮好奇会不会有华国派说自己在教闽南语？你要问这么尖锐哦？我本来没有要这么尖锐啦，但是常跟我相处的话，应该也知道我大约的那个立场跟想法。其实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好像很多会一直把台语讲成闽南语的人，其实他们是没有那个认知，就是他们不是故意要很滑的，只是可能他们成长的环境里面，就是从小就一直洗脑跟他们说那个叫闽南语，他们就从来就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像也蛮多长辈会一直讲大陆，不会讲中国，那也是因为从小被那样子教育，然后没有经过一个世界观改变的过程，没有人真的给他一个当头棒喝，跟他说为什么用这个词意思会不一样，他没有经过那个觉醒的过程，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子用。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说这样子不用检讨，我没有说不用检讨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子做，不是那么故意想要讲你不爱听的，只是他们完全没有觉醒。那不知者无罪这件事情成不成立呢？我不确定。我觉得如果已经有人一直提醒你了，你还一直假装不知道，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可恶。对，哇，好难听哦，好辛辣，好辛辣。对，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想法啦。对，因为我确实也有遇过一些人，就是比较以中华民国的世界观在看待关于台湾的一切。对，但我想一下怎么讲不会得罪人，等我一下。我有遇过没有说自己在讲闽南语的，没有说自己在教闽南语的，他有说那个是台语啦，但是他在一些其他方面有一点滑滑的，但我感觉那是因为被教育的世界观，所以我现在采取的策略是还是可以跟那样子的人多接触，然后我会试着偷渡一些想法，因为也没有很熟，所以只能用偷渡的。就我还是采取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啦。对，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对，我觉得推动任何的议题都是要有比较激烈的人，也要有比较温和的人，也要有。那我其实有时候也蛮喜欢当激烈的人的，可是我最近觉得那样子好累哦。我说我最近是近几年，对，我近几年觉得那样子好像有点太累了，我想要换个方式，所以我确实我觉得我最近几年都还算比较温和的。对，那依理说还在考虑要不要在推特也表明立场，我自己也有想过，但我觉得对于已经认识我的人来说，好像也不需要特别表明，然后对于本来就不认识我的人来说，表明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我觉得表明好像没有特别的好处，就是包含对议题的推动本身，好像他们可能也就是滑过去而已，我感觉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我目前没有这样子做。我目前还是很认真的想要温水煮青蛙。对啊，顺带一提，我蛮爱吃青蛙的，好久没有吃青蛙，好几年没吃啊，那完全不重要。好，反正就是对，我目前还是采取一个假装在提供一些娱乐性的内容。但是发现，如果你跟台跟太多，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人有很多立场想要灌输给大家啊，到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爱上我了，也不错吧，不错吧？啊，炸弹宝箱怪算不算那种定向破皮地雷？我会死掉吧？听起来是自己会爆炸不要吧，好唐突吼，蛮唐突的，抱歉。什么东西？觉得台语创作很棒，希望不要变侧翼，是在讲什么？就好的确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怪怪的那个，我还没收到我就觉得我不够红我应该要多收到一点的啊。怎么都我都想说我的棉花糖，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说什么？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迟早会收到那种留言，说什么好了啦，台罗仔不要再写台罗了，没有人看得懂，我怎么都没收到啊？
虽然在留言区比较有啦，但是我的棉花糖没收到，让我觉得很奇怪，就会觉得因为只要够红就会遇到这种黑粉或酸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不是不够红？哇，真的假的？伊藤绿茶的荞麦面有青蛙，太好了！你还有几只没煮，太赚了吧？很想吃青蛙，对，但是啊，算了，因为我家这边没有，所以我得要跑很远才有。讲的好像我们多爱民进党，真的。我自己我没有想要讲太多，但是我自己投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啦，就是，很常会有人跟我说某某党有贪污，不要选那个党。我想说靠北，很明显别的党也在贪污，好不好？你应该要先想的是有没有一些党看起来很明显通敌国。对，我觉得可以想一下哪个比较严重，然后稍微用一下脑比较好。对，就也不是说多爱某个党，只是其他的选项明显真的不能选。对，我也很希望可以有其他党出来制裁他就没有没。对啊，好讲太多了，表明立场表明的很明显了。好，我直接以身作则示范，公众人物该不该表明立场？可以表明，好不好？爱你的人可能会更爱你。不爱你的人就是一个取舍，有些人就很想要当不沾锅，有一些人就很希望什么议题都不要沾到。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反正就是经营策略上的选择。那选好了就选好了，你不要一下子表明这个立场，隔天又改。你不要以前说我是台湾人，我超爱台湾，然后过一阵子那个某个国家给你很多钱之后，你就说你是那个国家的人，你就说台湾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我是觉得不太好啦，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抵制这种人，对，因为我自己会。那当然也没有逼迫大家，只是提供一下我的想法。好，最后还是要圆滑一下，最近一直收到怎么去图书馆工作的私讯还是猫，还是你开一个棉花糖，这样就不会一直有重复的问题。有没有想要那个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棉花糖还不错，就是有人问过问题之后，你如果公开回答的话，就是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就是看到那篇文就会被解答了，所以你可能就不需要一直回复你可能就不需要一直回答同样的问题，说不定可以试试看好，那我们来转下一个。我觉得这题真的是基本上是已经用我的每天的生活在回答这个问题了。好，再来。专制制度有时候比较有效率哦。我会想到放这个问题，是因为前阵子好像有看到，我觉得这种东西一直都很多，但是嗨0287安安晚安午安欢迎，我一直改不过来，这个就是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短影片啦，然后让我觉得很 shock 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滑到一个短影片，就在讲说某些比较专制的国家多好，很有效率，不需要经过一堆民主程序在那边讨论来讨论去的，说要盖一个什么东西，哇，马上几年随便不是说随便，反正就是很快的就把它盖好了，然后很方便这样子，是没错。但是，我觉得专制制度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压迫少数人，然后这些少数人可能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自己被压迫。对，这个如果大家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说的话，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对，嗨，欧拉夫，你是来看转盘的？火蛇是顺便吗？真拿你没办法。对啊，我就是专制制度就是有些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做游戏的时候可以用。如果你是做 project， 然后你们想要追求一个高效率，然后你们完全信任那个专案的那个主揪的话，像之前跟伊利、洛双还有 Exen 做那个密室的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个蛮专制的制度。
基本上都是我们就讲好，反正就是我就把东西讲，就是我就把需要的东西提一提，然后大家就把东西就画一画，也没什么在讨论的，然后就很快把这个东西赶出来。对，用在这里的时候很有效率啦。可是我觉得拿来统治一些人类的时候好像不太好，对，因为专制需要贤君，就是很多人会说有贤君的话专制 OK。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刚刚举的例子，做一个游戏的话，然后大家都信任那个主揪的话，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用这种制度来管理大量人类，感觉就很危险。因为首先，贤君会不会变坏，不知道。对，因为统治一堆人类是一个时间尺度比较大的行为嘛。人会变坏吗？有可能，说不定贤君也会变笨啊，也是有可能的。然后除此之外，他会需要继任的，就是他的下一任的那个叫什么统治者嘛？你怎么确保那个统治者的那个人格品质，或是就是知识，或是智慧是 OK 的？里面有一个安全的机制可以确保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还蛮恐怖的。然后就有一些人会看到比较表面，他们可以看到的是专制制度在某些地方很有效率。对，比如说什么决定要那个把大城市盖一些什么很猛的铁路，哦，盖超快。那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乡下人被牺牲了，或者是一些提出反对声音的人直接马上被牺牲、被镇压、被消失了？对，万一你是那些少数人呢？对，我觉得可以说出这个很有效率，我们应该这样做的人，应该是没有想到过，如果自己会变成被牺牲的那一群人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人可以确保这些被压迫的人的权益，我觉得是危险的。所以可以问今天唐突的部分是哪个部分哦？就是我可能就是讲个温水煮青蛙，讲一讲就会突然跟大家说，我好久没吃青蛙，我好爱吃青蛙，大概是这种感觉。对，那就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总之，会这样说的人，就是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成为那个，他不是现在不是就永远不是哦。他如果哪天成为了那个少数人，哪天成为了会被压迫的那一群人，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被压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对，决定盖铁路决定超快啊！如果你家在那边，就会很快没得住，完全就是这样。对，很快啊。但如果就他不会问你的意见哦，他不会保护你的权益哦，你要想清楚哦。曾经就职的地下城是专制吗？是啊，那时候的地层的 boss 没有在管的，那时候地层的 boss 就是放个大招就是把地下城一半都轰掉了。那个职业灾害太恐怖了，就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欧拉夫老师举例举得很好，完全就是这样。对，他消灭勇者很快啊，他消灭冒险者很快啊，可是我一不小心我就被轰掉，不行啦，所以我逃了，好不好？对，我是有经历过这个的，我应该有一点发言权。好，没错，如果他犯错，你就拿他没辙。没错，专制的国家是没有罢免的，好不好？你觉得那个专制的皇帝做不好，你能怎样？你以为帝制是可以投票的？想多了好不好？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阻止不适任的君主继续担任那个职位。对，所以要想想。还好我逃了，真的。好，来啊！对，今天还有一个很唐突，就是我觉得聊爽，我就会马上换话题。哇，好尖锐哦！台湾有没有种族问题？这个大家有想过吗？我蛮好奇的，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本来也没有特别想过，但是我曾经看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好像可以想想，我觉得是可以想想。对，就是其实台湾是有种族问题的，只是大家没有发现，大家没有意识到。对。就是对，如果从比较以前的话，其实，Hi Mercury， 晚安。对，我用一下比较不会得罪人的用词，可以这样讲吗？对，我想一下怎么样的用词比较好啊？就是国民政府撤退的时候有带一群人来，我们应该怎么称呼那群人？我可以叫他
我可以叫他什么？这个用词其实你用了一个词，就可能会得罪一边的人。我想一下怎么讲比较好。总之就是移民嘛，他们就是移民嘛，就是棉被兵吗？我们就叫他撤退的好，1949移民，我喜欢这个词，这个词非常的中性吧，不可能有意见了吧？这个应该算很中性了。好，就这个，对，就是从以前1949移民来，就会有这些移民跟原本本土台湾人的对立嘛。这问题其实是有的。话题唐突 hardcore， 你没戴耳机，刚刚那个不够 hardcore 吗？我第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说那个26号可以投票，然后第二个话题讲什么我自己忘记了。第二个话题在讲专制制度，你现在才觉得 hardcore 吗？你现在才觉得 hardcore 了吗？我觉得整个转盘都蛮 hardcore 的。对，好，对，总之就是从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从那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种族问题了，只是现在好像大家多数人是没有意识到的。对，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很多公家的制度上，其实台湾本土的住民也有很多种嘛，包含我们河洛人讲台语的河洛人，或者是客家人，或者是原住民族，就是 Formosan 的原住民族，其实在不同的程度上，其实都有受到体制上的一些压迫。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察觉到它有没有多严重，大家没有感觉。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种族问题的，然后大家没有意识到，以及大家没有谈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对，我觉得谈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一定要把某些人赶走，还是怎么样，也不一定是要说某些人才是真正的台湾人，还是怎么样。可是如果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有不正义或者是不公平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话，是要去解决的。对，还有新住民，没错，现在的新住民也是新加入的移民啊。但是就像伊藤绿茶说的嘛，就是的确有这种问题，就是对，我觉得叫他们华人应该也是蛮正确的。华人会迫害一些台湾的本土住民嘛，包含那个台湾人、K 人，还有那个原住民族，那以及有一些就也不一定是华人或是原本的河洛人之类的，就也会对东南亚的移民有歧视或者是一些不友善的对待，其实都有的，其实都蛮严重，没错，就是新住民跟外籍的问题。对啊，就是也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叫什么1949移民跟其他本土族群的种族问题，其实就在那之前，台湾的本土种族之间也可能已经有一些摩擦了嘛。对，有时候河洛人跟客家人有时候之间也是会有摩擦，或者是可能也是会有互看不顺眼的地方，或是一些历史上的新仇旧恨，可能也是有的。我是不是没有跟斯洛姆打到招呼啊？斯洛姆晚安 ，sorry。对，这也是问题。对，那当然新住民也会在他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种族上的。就可能很多是歧视或是不友善的对待，都有。对，东南亚移工的受到的歧视真的感觉蛮严重的，的确，对啊。不过好像大家真的也是对欧洲或是我觉得大家对欧洲、美洲的移民都有点过分友善，也可以算一种歧视齁。就其实也是歧视，对，像我家其实有长辈。我家有比较老的长辈，他其实对，这可以讲吗？好像可以讲，好啦，应该可以讲啦。我阿公应该不会介意，我不知道但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像我阿公交代我，等一下，大家知道我在转生成宝箱怪之前是人类吗？对，然后就是我阿公其实有交代我的原本人类的妈妈，有交代他说，就是不要跟客家人结婚，然后不要跟外国人结婚，还有一个不要跟什么人结婚，我忘记了。对，好像不是原住民，但我想不起来。不要跟1949移民结婚。对，他是这么说的。对，但我人类时期的生父是欧洲人，超好笑。对，那总之是的，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啦，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本身其实就
代表。对，我觉得像伊藤绿茶说的，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没有错，因为有时候你要跟其他种族的人磨合，或者是就结婚还是怎么样，可能会遇到很多摩擦，也许会让你变得反而更难生存。对，对，还有一些其他元素，可能历史上的一些其他原因，那大家也，我觉得很多人都比我更了解，我就不多说。对，没错。所以其实是有的。那现在大家不谈，我觉得不是因为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大家已经没有意识到有这个问题存在了。对，宝箱时期的生父是欧拉夫，对，没错，爸爸都会画一些很漂亮的图给我。我现在就是没错，我那个父亲节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好，我们到时候再来想，好，对，好啦，对这个问题我也只是抛砖引玉啦，我其实也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可以试着去想一下我觉得是该想一下。有这句话进步使全家，歧视保身家，好像有点道理就是如果你在体制中是，可能如果是既得利益者，或者是你做一些歧视跟比较相对保守的行动，如果不会伤害到你，然后是伤害到其他人的话，好像那样子做是可以保身家，没错。对，有时候为了生存，有些人会选择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嗨，三处风安，午安，欢迎。我们好刺激哦，我们看能不能，好吧？我觉得我不是被我写在单人转盘的，都是真的蛮刺激的，应该也是没得挑，我们就继续吧。怎么又是这个？这跟刚刚那个好雷同哦。好，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台湾史不好的人可能会忘记的事，好直接。对，我抛砖引玉，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可以这样说吗？可以吧，这是客观事实。就是如果大家有常看，我不知道大家会看中国戏剧吗？或者会看中国节目吗？我觉得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中国人的脸孔，然后再看一下大多数台湾人的脸孔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感觉得到，其实有一点差别，就是好像不会直接觉得是同族，就有点像。如果你看过日本人的脸孔，就是这个算歧视吗？我觉得是一个那叫什么big data 吗？有点 big data 的感觉，就是日本人会长得有一个日本人的样子，韩国人会长得有一个韩国人的样子，大家感觉得出来吗？那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好像可以发现中国人跟台湾人其实长得有点不一样，对吧？有点微妙的差异吧。我是不知道欧美人分不分得出来，但反正我分得出来，对，都是亚洲人没错，但真的是长得不太一样。对，如果大家有对啊，就是泰国人也是有一个泰国人的外表，会有一些特征，就真的会有一些那个民族的特征，或者是或者是越南人也会有一个越南人的外表的一些特征，没错，对，越南、泰国、菲律宾其实有比较常接触到的话，会看得出差别的。哈密瓜会长得有点哈密瓜的样子，是的。伊藤绿茶看过2种大说法，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可能知识没有那么全面，所以如果等一下有漏讲的，可以帮我补充，蛮欢迎的，真的。今天这个转盘就是也蛮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或是分享自己知道的事情，对，诚心欢迎。好，对，那总之呢，就我听过的部分，就是在移民的时候，对。就是所谓的就算200年前移民嘛，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总之应该是福建移民嘛，大约是福建时候的，就不是，就是那时候应该很多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人，他们好像有那个什么嘛，大家有没有记得国小的历史课本啊？是不是有什么渡台禁令啊？那个渡台禁令是不是有说什么只有男生可以来，女生不准来？对不对？男生可以来，但是那个家里的那个女人跟小孩不能带来。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哪来的后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家有想过吗？就好，渡海来台，如果只有男生的话，怎么会有后代？那个时候还没有 A B， 不是，现在也没有 ABO，ABO 是虚拟的，那是虚构的，好不好？
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世界线没有 ABO， 没有男运，你们冷静。对，那哪来的后代啊？对，所以没错，能生后代的话，它一定需要，就至少在生物学上嘛，在我们普通宇宙，不是 ABO 宇宙，在普通宇宙是需要一男一女才能生后代的，所以对，没错，就是应该是找台湾的原住民族，就可能是平埔族，当然也可能是高山族，没错。所以我们都是混血的，对，我们都有原住民的血统，我们都有南岛语族的血统，没错，没错。能听到我说 ABO 就知道我也懂得很多，你以为我是自愿懂的、哦？你以为我是自愿要懂的吗？西顶，我安欢迎你来。一寡时代是讲外省人跟本省人边看的生无共。对，没错。如果大家观察力好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看得出来的。当然，现在如果是隔比较多代，然后有互相混血的那个怎么说呢？有混血比较多代的话，当然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是的确1949年的移民跟那个就荷兰或是客家人。对啊，有些人观察力很好的话，其实也看得出客家人跟荷兰其实也长得不太一样。对，有些人看得出来。对啊，我可能没那么敏锐，而且可能就是现在那个互相有通婚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了，所以会混血越来越多。对，但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的，没错。你们有没有逼我懂？是哦，是吗？解锁付费更多，谢谢。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禁止惜家带眷也不是长久规定，是短时间啊。有道理。不过感觉那时候可能我不知道那时候移民来的人，我听过的说法啦，我有点不确定对不对。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可以跟我说。就我所知，那时候会渡海来台的人，可能就因为渡海的风险很大，基本上是铤而走险，所以他很有可能这种人有可能很多都是比较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人。他不一定会有另一半，很多可能是单身男性，对，所以就算没有多加限制的话，也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自己来的。对，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我不确定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有说服力，对，给大家参考，但反正我觉得。其实我真正想讲的，我真正想告诉大家的，其实是你们如果发挥一下观察力的话，会发现中国人跟台湾人其实长得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因为我们是混血民族吧，可能因为我们就可能已经不是同一个民族了。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说什么同文同种嘛，有些人就是想要进行一些政治宣传的时候，很爱说什么同文同种。有同文吗？以前可能没有啦，现在可能被迫同文了啦。有同种吗？我自己觉得没有啊。你觉得有没有？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知识啊。好，对，客家人长得不一样，讲话的发音也不一样。对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被迫说国语嘛。我现在那个手是有那叫什么 air quotation，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空气引号。对，但是我的那个面补没有补出来。对，就是我们被迫说国语，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如果原本母语是客语的话，它那个发不出来的音跟荷兰人发不出来的音也是不一样的，毕竟是不同的语言嘛，还蛮有趣的。买男同性恋的这个说法太冲动，显得你沉迷 BL 无法自拔。建议改成我把一笔资金拿去资助一对勇敢面对社会眼光、努力寻找真爱的年轻男子，祝福他们。谢谢。纸片男子也算吗？应该也算吧。感谢你的支持。对，那么喜欢找亲戚的话，我们都是香蕉的亲戚。对啊，我们跟香蕉的 DNA 其实相似度很高好啦，不要吵了啦，大家都是香蕉啦。好赞哦！我要偷走。以后谁在那边讲这些，你就跟他说不要吵，我们都是香蕉。好，谢谢。同种这么狠，太棒了！终于有这个
台语火星文，大家知道什么是台语火星文吗？那个好像要先补充一下哈，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台语火星文，有人可以示范吗？求示范，求示范，因为我还蛮不擅长打台语火星文的，有没有人可以随便打一下？对，台语火星文是有一点 cos 的说法啦，就是有一点算是有点贬义吗？我觉得算有一点，对，但我觉得 fair enough， 就是没有很过分。对，总之通常会说台语火星文，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学过台语汉字嘛，不是每个人都有学过台文，甚至很多人可能就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好啦，不知道要示范一下是不是？啊，示范一下，示范一下。真的很不爱示范呢，但是还是示范一下。像很多那种啊，有感谢西顶，感谢猫猫可爱，感谢伊里，对，就是这个，就是会被说是台语火星文的，基本上就是哇，大家都很会示范呢 ，Mercury 也很会示范，感谢大家做了我不爱做的事。对，通常会被说叫做台语火星文的，就是他用中文的声音去空耳台语，对。就是如果你原本会台语，然后你把那个中文念出来的话，以上都检举，不要啦，我教他们示范，你还检举，太过分了。对，总之就是这样子。那没错，所以像猫猫卡爱示范的嘛，哇假爸啊，对，如果你原本会台语的话啦，你可能可以猜得出那个叫哇假爸啊。但如果你原本不会台语嘞，如果你只会中文，你看到你念出来就是哇假爸啊，跟原本的音差蛮多的吧？对，那伊里示范的是什么？水啦金冲崩，对，水啦金冲崩，对不对？就是，对，就是，如果你是个从来不会台语的人，你看着那个字是不可能念出正确的声音的。对，还有 Mercury 示范的嘛，哇晓讲台语，对啊，那反正这种东西蛮多的，就是很多原本可能会讲台语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有台文这种东西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去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台语，对，没错，就是这个，斯欧姆说的也算吧，就是利息雷公三小这种的，利息雷公三小，因为真正台语原本都是讲三小，对，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是把它当成中文的、华语的外来语在用，所以三小都会讲成三小，对。但是实际上台语原本是讲沙小，差蛮多的，而且那个沙是沙米耶，是沙米的沙，不是技能沙的沙，对，意思也不一样，对，好，总之大家知道什么是台语火星文了，太好了，对，说是谐音也没错啊，说是谐音也没错，就是它本来就是建立在谐音上去写出来的，那很多人写台语火星文，就有时候会被懂台文的人纠正啦，对，然后可能被纠正之后，算了，我不要凑人，我们今天还是好好传达一些我想传达的，没有要凑人，对，那到底能不能这样写呢？我之前好像其实有跟伊里聊过，我们之前那个深度转盘好像有聊过这件事情，对，那我再稍微多讲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自己是不会去纠正，就是普通人、一般民众，我是不会去纠正他们。但是如果是公部门的话，就会觉得要纠正，因为现在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有规定这些是国家语言了，然后它就是一个已经是濒危语言的情况下，你还不用比较符合规范或者比较正确的方式去写它的话，我觉得是在伤害它的传承。对，就像那个没错，很多架都会被写成霞嘛，霞是什么意思？霞是喝东西耶，差太多了吧？对，Roy 放，我可以叫你，等一下，我们有见过面吗？我们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我该不会是幻觉吧？Roy 晚安，快6点了，可以说晚安了吧？晚安，你好，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空耳日语或是空耳英语，对，像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也会故意用中文打一些什么日语的有什么阿里嘎多这种的，有些人会打什么阿里阿豆这种的，对，我觉得这个比起空耳台语更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日语跟英语是强势语言，
脖子上 choker 吗？对，那是 choker。因为英语跟日语是比较强势的语言，它没有濒危，所以它比较能被这样玩，好像不会怎么样。但是本土语言基本上都是濒危语言，就是不是啊，快绝种的动物的保育方式跟其他普通动物的保育方式就不一样嘛。等一下，我现在讲的这段话都是偷的，对，就是我不要讲太多，但是推特上有个账号我蛮爱看的，他有时候会发表一些评论，这段是我偷他的，我觉得他讲的太好了，我直接偷，对，就是你看到猫咪很可爱，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拍它，把它拍得很好笑，然后看它推倒马克杯，然后把它传到网络上啊，没问题。石虎可以这样吗？你可以去野生栖地直接拍石虎好可爱，然后让石虎推倒马克杯，然后除此之外就 do nothing， 不做任何其他真的可以保育它的事情。这不对吧？所以我们对待濒危语言的方式跟对待其他强势语言的方式就应该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公部门使用台语火星文是我觉得可以被纠正的。那我自己个人不太会去纠正民众，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效果，比较多会得到的就是反弹跟他们的不满的那个情绪。我觉得好像对大环境没什么，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帮助，因为我觉得愿意听的人，你不用特别纠正他，他就会接触到这些资讯，他就会去尝试了。对，像比如说，包含我在内，还有伊里在内，我们以前都曾经用过，就是这种方式，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台文，可是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它好好用哦，我们就会继续用它。对，所以，我觉得听得懂的人，或是愿意改变的人，就是早就改变了，所以我不会特别想要强烈的去叫别人一定要改怎样。对，感谢3次方提醒。对，我是宝箱怪。对，只是我有时候没办法立刻回答，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可以看我的自我介绍得到答案。不要乱讲什么总数，不要乱讲。没有，不要乱讲。好，总之讲到哪里嘞？对，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是真的就是会跟你讲说什么，我觉得用这个打台语没有问题啊，用这个打台语大家都看得懂啊，我也看得懂啊，我朋友也看得懂啊。我觉得那可以试试看，因为好，我一直 Q 伊里啦，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我跟伊里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也蛮常会用台文直接传讯息的。对，那反正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台语火星文可以正确的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台语的话，你可以试着用这种写台语的方式去跟其他会台语的朋友聊天看看，留言讨论也可以。你试试看，你觉得好不好用？如果你觉得不好用，你可以去接触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用的写法。我就帮到这里了，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目前还蛮宽容的啦。就是因为本来书写台文的方式就很多种啊，好，我真的是总瘦了吗？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我是总瘦吗？好，反正我觉得台文的书写方式本来就很多种，就是汉字嘛，汉字也有分很多种啊，汉字也有分那个教育部用字。或是那个瓜菜来对的载来机，有些汉字使用的也不一样你可以选喜欢的，因为真的都有人用罗马字的话也有北维基，也有教育部台罗都可以用，你可以都用看，选你比较喜欢的，好不好？如果你很想要其他不一样的，你也可以用洪音符合，也可以用就是注音符号的比较完整的版本也可以用，你还可以用谚文，就是韩国人发明的那个韩文字。也有人把它那个改良之后有对应关系，它可以拿来写台文，也可以。汉字先是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是的，总之选择真的很多我现在宽容到什么程度？我觉得那个所谓的火星文也是一种台文，好不好？我直接讲了。有些人觉得不能接受，我也是讲而已，我自己也没有要用，好不好？我是讲给那个喜欢火星文的人听的，好不好？
台语火星文也是一种台文，但是大家就用看嘛，看哪一个最多人用嘛。啊，最多人用的可能就比较好用啊，你就用看看好不好用，好不好？汉字先的版本你这个艺术哦，那我是觉得偏难用，对，因为有一些考据的方式有点让我觉得很难说服人，他们做一些学术的宣称的那个论点是蛮让人难以至少我蛮难以认同的，所以我不推荐，对，就有点穿凿附会啦。我直接讲，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频道的话，可能可以感觉得到，好，那总之是这样子啦。我直接讲啦，台语火星文是一种台文吗？你说是就是，那你用看。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用，你就继续用。但是如果你对台语文的使用跟那个研究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蛮相信你会去想要我蛮相信你会想要去尝试别种方式的台文的。对，那如果你早晚都要用比较好的系统，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呢？对，我基本上是基于一个我自己也曾经都试过的一个经验分享的角度跟大家说，我觉得火星文好难用。对啊，信不信随便你，你自己试试看，你就知道答案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很温柔吧，没有任何逼迫，听起来臭臭的，但是因为我本来讲话就这样子，我本来讲话就比较臭啊，不代表所有台语使用者的立场，我的个人行为，阿慧的个人行为。好啦，纯分享。已经有完整系统，为什么要使用拼装车？对啊，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些人想要说什么台语应该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文字，就不要用中文字，虽然那根本就不是中文字，那是汉字，因为日本人也会用，但是好吧，随便，就是对，会有人很喜欢说什么汉字应该要舍弃，不，台语应该要完全舍弃汉字，然后也不准用罗马字，给我发明一个新的文字啊！那就想说，不是啊，你干嘛要重新发明轮字？你已经有一些，不是罗马字很好用，好不好？罗马字也不是只有英文在用，对，就罗马字就是超多语言都在用，有没有可能代表它很好用啊？为什么不能用啊？对，就是觉得有些人很喜欢硬去重新发明轮子，我是觉得实在是没什么必要。对，嗨，白灵，午安，你好，午安，晚安，晚安，午安。对，什么是台语火星文？完蛋了，我在10来分钟前解释过了，有点讲太多话，有点累。我简短一点，就是有些人会用中文的谐音去写台语，对，就像什么母汤，虽然他明明就念作母汤，跟母汤差超多，但是对，就有些人会这样去写，那个就会被一些人说叫做，我说的一些人包含我，就会被称作台语火星文。为什么叫火星文？我觉得是因为它很难看懂啦，所以才会被叫做火星文。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应该早点来啦，只是就是那个我的说明不会到那么的详细，我会需要简短一点跟你讲一下。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对啊，我没有说不能用，我觉得可以用看，只是如果你很想要常常书写台语的话，你最终会发现这种方式还蛮不好用的。对，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都试过，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经验分享。对，那我没有说打死不能用，我没有说你不用我就会恨你，我没有这样说。对，不过的确，我觉得像三次方跟伊藤绿茶说的，我也有同感呢，就是会坚持说这个书写方式很好用的人，其实应该是没什么在写完整的台语。对，可能都是会写一些大家很常看到的单词啦。像母汤这种的，就是大家已经很常用到大家看到就知道他是讲母汤，不是因为他很容易看得懂，是因为他很常出现。对，那如果你今天要讲一句新的话呢，比如说我是火鸡列网都喝醋冰，你要用这种方式写出来，还要让人家看得懂，很难啦。对，所以我觉得会一直坚持说这种书写方式很好用的人，好像往往都是没有那么长真的想要书写台语的人呢。对，个人观察，以上言论不代表所有台语文使用者的立场，是阿慧自己在凑。好，
对，我刚刚为什么会有这个 disclaimer，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说什么啊，就是有一部分的台语文推广者态度很差，让我觉得所有使用台语文的人都好糟糕哦。啊，我觉得我讲话有时候也蛮靠腰的啦，有时候也蛮靠背的，所以我还是加一个警语好了啦，就是那个讲话不好听是阿慧嘴巴臭，不代表所有台语文使用者都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好不好？对。好，我们继续来转一个友善一点的。哇，我也是蛮臭的，好好笑。不过我是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台语文就拿来书写台语真的很好用啦。如果你会因为某些部分的人行为让你觉得太激烈，你就打死不想接触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可惜，超级可惜。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就是让你造成不舒服？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就打死不接触嘞？有点像是什么？你小时候被讲英语的人扁过，然后你就再也不学英语，就也没有不行，我完全尊重你，好不好？可是你会错过很多东西耶，你没办法看 Holo EN 的生肉，哎，超可惜的。对，基于一个不想要让大家因为这样子就错失很多东西的角度，加了这个警语，提醒大家，很多台语文使用者是很友善的哦，不是每个人都跟阿慧一样会开直播臭人哦，不会啦，不会啦。好好笑。好，这谁有很红吗？很多时候会看到这种言论呢，就是我一开始想到要把这个问题放进来，其实是在金曲奖的时候，那时候金曲奖得奖的人，就在脆上就会看到很多人说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对，包含那个台语的金曲歌王歌后，在那个叫什么脆上面就会看到有人说啊，这个人是谁？我怎么没听过？我觉得会讲这种话的人还蛮自我中心的，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要让你知道是谁啊？你为什么会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红到也不是这样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有办法认识所有人呢？你是怎样？好凶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认识他是谁，可能是你的问题。他没欠你耶，他没欠你耶。他没有被你知道，他没有欠你耶？难道他要把他的自我介绍还是履历的寄到每个人的那个信箱里？是不是？寄了你可能也不会看，就是可以不用这样耶，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对，那因为我自己刚好，对，我也不是说我知识渊博还是怎样，因为我本来就很爱听比较新的台语歌，所以我的 YouTube 演算法就是会推给我。所以我在金曲奖颁奖之前，我就已经有听陈以恒老师跟李竹新老师的作品了，所以我刚好知道金曲歌王歌后是谁。我觉得我会知道他们是谁，就是因为我有在听比较新的台语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就没什么在听新的台语歌？我没有说这样不行，对。跟伊藤绿茶说的一样，就是你问这是谁没问题，你当然可以问，但是这谁吗？有很红吗？我怎么没听过？就会觉得说，没听过好像是你的问题耶，就是没听过是你家的事耶，跟我讲干嘛？就是搞得好像你要检讨人家没有让你知道他是谁哦，真的吗？你确定吗？对，我也不会觉得生气或是被冒犯，我会觉得蛮好笑的。我基本上现在就是在笑。是的，就是我相信超多其他什么，不是啊，你就随便讲啊，比如说什么日本，我不知道日本有什么音乐奖项啦，就是你随便讲一个日本的音乐奖项，我就比较没什么在听 J-Pop， 我一定不知道他们是谁，好不好？我平常也不听 K-Pop， 你跟我讲那个韩国哪些音乐奖项有谁得奖啊，我一定也不知道是谁。对啊，没听过，那现在听过。如果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可以有礼貌的问，这是谁？好想知道，他的歌好像很酷哎，你可以问啊。就是如果我就没在听 K-pop， 我还要说是谁有很红吗？我就觉得我就蛮欠骂的。对，没错，这个也被叫做谁谁怪，可能蛮多人都讨厌的。我就觉得真的值得被我拖出来批评一下啦。对，旧的台语歌有旧的味道。对，没错。如果圈子没有新血，不愿意接纳新血是不行的。对，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对台语歌的认知就是认为它永远应该停留在以前那个味道啊，不是啊。你们听华语流行会想要它一直停留在某个什么90年代那个味道吗？你们有想要这样子吗？虽然我没在听华语歌就是了，但是
也是会有那种吧，比较新的啊，独立乐团啊，或是吸收一些比较新的其他地方来的曲风，比较现代的曲风的，一定会有吧，一定会有吧。音乐一定是会一直有新的东西出现的吧，所以台语歌也是啊。尤其濒危语言跟普通语言的对待方式又不一样了嘛，你就不能太完全放任它自生自灭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蛮需要刻意的去多加一些新的元素，让它变得更能跟上时代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关注比较新的台语歌会多过于关注比较旧风格的台语歌，也是基于这个理由。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听比较新新酷酷、比较前卫的东西啦，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对，没错。好酷哦！谁谁怪跟考考男混在一起变成奇美男人，好可怕！希望不要遇到。哦，对呀、对呀、对呀，其他语言的歌也不会停在20-30年前，那为什么台语就要嘞？大家可以想想看，平等的恨所有人，好爱这个问题啊！啊，喝个东西，等我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蛮愤世嫉俗的，所以我最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平等的恨所有人？我觉得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有血缘关系的人会特别宽容。对，就是比如说随便一个，我不要贴性别刻板印象，随便一个老人做了一些让你觉得很困扰的事情，随便一个路上遇到的老人做一些让你困扰的事情，你可能会直接骂他，或是直接叫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是对家里的长辈，好像就会比较宽容，就会想说哦，好啦好啦，他是我爸，他是我妈，我让他，我让他。对，有时候会蛮多人会有想要这么做的，因为我还是偶尔会，对，但是我觉得跟伊里说的一样，就是我好像突然察觉到这个心理状态蛮健康的，对，我就是觉得应该平等的恨所有人，即便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即便是他把我生出来的，他做了一些可恶的行为，我还是要那个啦，抵抗一下啦，我还是要一样跟他说不行，我蛮讨厌你这样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可能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血缘上的关系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不知道啦，我的想法可能比较极端，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能因为有血缘关系就真的太纵容他，因为他毕竟那个行为还是对我造成困扰的，我好像应该还是可以平等的恨齁。对，所以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点对事不对人啦。虽然我是说平等的恨所有人，但基本上我其实是针对行为本身，就是不论这个人今天跟我多好，或是跟他有什么情感上的基础，他做的事情只要足够靠腰，我就会恨他的那个行为。对，我觉得还不错哦。我觉得也许真的是一个蛮健康的心理状态哦。是的，是的。平等的恨所有人，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吗？好像会耶，可能愤世嫉俗让我觉得我活着吧。对，对，的确，即便是同温层，即便是同一阵线的人，如果做一些让我觉得难以接受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恨他。好唐突哦。对，没有在凑人啦，就是纯分享。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比较对事不对人，所以如果他后来做了一些我觉得可以肯定的事，我还是会给予肯定的。对，虽然是这样讲啦，如果有一个人他做出来的事情有一半以上都让我痛恨的话，我还是会痛恨这个人，我还是会跟他保持距离，好不好？这是情有可原的，这非常合理。对，即便他是血缘上的家人也一样，只要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有1/3或是有一半都是充满困扰的话，我就会离他越远越好。毕竟我想要一个健康的心理嘛，这非常合理。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常常觉得心情上有点委屈的话，你可以试着平等的恨所有人，然后在你觉得可以的范围内，你可以把这个恨表现出来。对，你可以跟当事人抗议说，我觉得你做这些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 OK， 可以试着讲看啊。如果讲了也没用，你可能就要用别的手段保持距离还是怎么样的。那 sorry 一直打嗝，那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平等的恨所有人，有一种我思故我在是吗？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这个行为这么讨厌我，为什么恨他？也行吧，我觉得也有道理，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确实我在恨某些人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想说啊，我到底怎么那么恨？他到底是哪里让我觉得恨呢？对，有时候想一想，得到答案之后，我就会把它放进转盘里，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为可恨。对，我就又恨都恨了，就拿来当素材也不错吧，又赚到了。50% 的恨意就可以不想接触了，我也差不多啦。我觉得到50% 已经蛮多了，可以保持距离了。反正网络上可以认识的人太多了，不妨多跟会让你心情好的人相处吧。绿茶有很偏激吗？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还好。每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那个在追求某些目标的时候，容忍的程度都不一样。我觉得我没有想要揭露太多，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光谱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容忍度都不一样，所以尊重。对，那如果这件事情会让你很痛恨的话，最好保持距离。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我觉得我真正想讲的是，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接纳不想接纳的人。对，就比如说回到一开始的例子也是，如果是你血缘上的家人，你只是基于你们有血缘关系，你就想要无限上纲的包容他，做一些让你困扰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对心理健康是不好的。对，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此。对，所以我会试着去平等的恨所有可恨的人。对，是的。之前你被说偏激，不能只有你被说偏激啊！我还没被说过哎，好怪哦！我也想被说说看，没有被说我就觉得我不够红哎，没有看到酸民来凑我，我就觉得好像不够红，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啦，再来看还可以转到什么？有一些很想讲的，就很想转到，没转到就不想关台。哇，好尖锐哦！各位看 VTuber 的朋友们，让我身为一个 VTuber 来跟大家分享，不是你们讲的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们看起来就很明显是那个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来特别帮我讲一下，没有那个感觉。我想要的是那个陌生人，或是明显就是完全就是没在看我的人，在那边酸来酸去。有时候想要啦，那好奇怪，好扭曲的心态，就想要有这种人，然后可以给他公开处刑，或是我好偏激哦，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哦，救命！主播都喝摩卡，好偏激。没有，我现在喝的是冰拿铁，因为我发现超商的摩卡蛮常让我失望的，因为可能在超商会点摩卡的人很少，所以我发现蛮多超商店员，我没有要检讨他们啦，我觉得超商店员工作本来就已经有点太不适合一般人类做了，有点太辛苦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会在超商点摩卡的人真的很少，所以感觉会有蛮多人，至少我今天遇到的店员好像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不知道超商的配方是什么。对，但反正那个巧克力酱没有搅开，它沉在底部，就是至少我之前打工的咖啡厅，那个摩卡的那个巧克力酱是要跟那个浓缩咖啡是要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牛奶的，不然那个巧克力酱会沉在底下，喝不到巧克力味。对，所以我现在发现超商的摩卡会没办法满足我的愿望啦。对，但是我也没有想要虐待店员，所以我觉得我就点拿铁就好了。对，所以我今天喝了拿铁。其实我今天先喝了摩卡，但是我太难过了，我觉得那个摩卡没有我想要的味道，所以我刚才又喝了拿铁。对，我也不怕大家知道，我就是咖啡因中毒很严重的人。好，所以我今天喝第2杯了。等一下下播还要去剪片。好，就这样。好像有人说喜欢我哭哈，勉强乱哭一下。为什么喝冰拿铁？前几天才说摩卡是我最喜欢的饮料。对啊，我再重申一次，我最喜欢的饮料是摩卡。只是如果摩卡没办法以完美的状态出现的话，我宁愿不要。大家可以理解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还比较贵，而且摩卡还比较贵，结果没有喝到那个巧克力味，不就是浪费钱吗？是的，就是这样子。好，对吧？很痛苦吧？对呀、没有搅开很痛苦欸。有些人把巧克力酱当装饰，可是它该搅开的部分要搅开吧？没有搅开没办法喝啊，没有搅开就是在喝比较淡的拿铁啊，然后最后还盛了一堆巧克力酱，永远喝不到。对，好，讲多了。今天啊，很唐突的跟大家讲，抱怨了我没喝到好喝摩卡这件事。好啦 ，VTuber 不开台的时候都在干嘛？别人我不知道啦，都在剪片。谢谢西顶，谢谢西顶，救命哦！怎么有这种 V 名字像越南文就有预感了？无聊点去看一下，果然名字靠北，有 PTSD 啦，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我感觉你这个是有一点那个哦，有一点经验，是不是？有被这样子骂过，是不是？哦，很像哎，很像哎，很像哎！我要盯选起来，我要盯选起来，这太好笑了。对，不是，可是你的名字也很像越南文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超好笑，超好笑。感谢提供，感谢提供，真的，这个是有怨念呢，就是不能只有我受苦，分享给其他那个友军受苦一下，对不对？谢谢，爱了，有时候就是蛮想回味一下，可以拿去玩复制文吗？可以啊，顺便唐突补充，有一些人蛮喜欢说台文长得像越南文的，对不对？啊，不是啊，就真的很像没啊，不然你想怎样？啊，也长得很像法文啊。啊，会怎样哦？像就像啊，不是，我觉得蛮不像的，我觉得蛮不像的，哪里不像？不像，可能不像在那个吧，就是越南人写越南文的时候不会被骂，可是有些台湾人想要写台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骂，为什么嘞？我觉得蛮不像的哦，我觉得受到的对待好像差蛮多的哦。对，除此之外，单看那个字形是确实蛮像的。对啊，这时候就可以回那个梗图，是又怎样？好了，结果还是臭了，结果还是在臭人，好爽哦！大家应该也是喜欢听我臭人，对不对？太好了。好，再来 ，VTuber 不开台的时候都在干嘛？别人我不知道，我不开台的时候都在约会，没有啦，大家就爱听这个，对不对？我不开台的时候其实也蛮少在约会的，唐突揭露，对，就是。对，大家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对，我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叫火嫂的人，我还找过他当来宾，有在跟台就知道。对，那确实在他放假的时候，我会跟他出去啦，但他没放假的时候，就是我会挑在他上班的时候开台，然后他下班前我会继续工作，比如说剪片或是接案之类的。那你猜猜看，他下班之后我会干嘛？没错，继续工作。就是他会玩那个一些他喜欢玩的游戏。我也会玩我喜欢的游戏，比如说工作游戏。我最喜欢的游戏是 Premiere Pro， 我目前最常玩的游戏是 Premiere Pro。那上个月好像玩了比较多 Unity，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人形化配信，我有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很有生产力的游戏哦。好，就是这样。完了，恨帅潮，完了，我要被痛扁了吗？笑鼠晚安晚安。现在到底算晚安还是午安？嗨，笑鼠，要吃饭睡觉，肯定要的吧？肯定要的吧？呼噜同学，平安平安。我哪有花心？我哪有花心？我跟伊里就是演的，不要在那边想了。醒醒啊，同人女，醒醒啊，醒醒啊，同人女们，你们要做梦可以去欧拉夫老师的伺服器做梦哦。有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在那边做梦可能蛮开心的。对，你们可以讲一些就是。被我看到你们可能会很尴尬的话，都可以讲哦，都可以讲哦。认真推荐好不好？认真推荐，好，对，所以校鼠算是现身说法嘛。VTuber 不开台的时候在干嘛？对，校鼠看起来这个 VTuber， 我觉得他说的话大家可以蛮有参考价值的。吃饭睡觉，对，那因为不是每个 VTuber 都是全职的，有蛮多 VTuber 可能是还有其他真的养活自己的工作的，所以不开台在干嘛？在上班啊，在上班啊。对有些人来说，
那个上班完之后开台是休息充电，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对，校鼠可能没有在睡啊，只有吃饭没有睡觉吗？我以为校鼠会跟女 V 约会哦，那看来是我想的太好了，还是那个算工作的部分，那是业务范围吗？氪 BG 也蛮开心的，对啊，你们很赚呢，你们可以看那个虚假的那个我跟伊利的虚假的那个纯营业，你们也可以看啊，真实的就是偶尔找火嫂来聊天，你们也有得看，不错吧？想看什么都有得看，任挑任选，对，再火舌的台都看得到，不错。睡觉是开台开到凌晨吗？确实，对有些人，对有些很拼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子，没错，对。好，我知道，不是，我知道那个群主的存在，但是我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对，他刚就在约会，他还接受对方求婚，哇，恨帅潮，谴责，看到大家活着真好哦，真的，蛮爱看那个 Discord 群组的，就是我的 Discord 伺服器，就是蛮常，就是我蛮喜欢看大家分享自己生活的，真的，就是有些人吃到什么很好吃的东西，可以拍给我看看，就会觉得，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是真的蛮开心的，真的会。真的吗？跟火嫂很甜很好吃吗？可以看我们的 GB 吗？可以啊，如果他有空的话，我就可以找他来。如果你们要画 fan art， 我觉得是没问题哦，是可以的。要画我跟火嫂的 CP fan art 可以啊，要画我跟伊利的 CP fan art， 我也是来不及阻止了，你们就画吧。对，但要征求对方同意，因为伊利是说清水的可以嘛，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你们要先问，我们要有礼貌。对，火蛇是。我靠！我本来要讲 always open， 但听起来超危险，会变成别种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是那个心态上 open minded， 不是 open 其他东西。反正就是我是 OK， 但是要把我跟其他 VTuber 凑 CP， 你要问对方，谢谢。好，清水不可以是可，再想想好不好？再想想，校鼠你再想想，校鼠冷静。好，不是你们都冷静，我要换话题了，受不了了。我哪有不自重？都你们在讲哎，我还得叫你们冷静哎，显然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哎，这个没有拿掉吗？这刚刚不是出现过了？哇，我们今天消耗掉蛮多题目的。啊，好唐突哦，这个没有很臭哎，是时候放下非黑即白的假设了。我来说教了，我感觉有时候蛮常，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个非黑即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先入为主的观念吗？就比如说，有时候好像会觉得一个人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好人嘛，就是有点一刀切。我觉得在很多领域或是在很多话题上，我们对，有点像善恶二元论。那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善恶而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的落入这个二元论的二分法。对，二元论跟二分法的这个。我中文我不是很喜欢讲很难的中文词，但是那是叫窠臼还是什么潮臼吗？那个什么臼的，就是那个哇，找不到比较白话的词耶，中文好难哦，就是会陷入这个陷阱。对，我们好像会不小心的以为不是 A 就是 B。对，就像子昌说的，伊里不是攻吗？谁说 BL 一定要分攻受？对。我不知道啦，我唐突揭露，就是我的其中一个朋友是女同性恋，可能不止一个，但是我现在反正我现在想要提的这个人也算是有影响到我一些价值观，就是她是女同性恋，然后她会跟我分享一些她自己在感情上或是就是一些探索的心得，然后我本来就蛮喜欢跟别人深度对谈的，那总之他跟我有一个想法啦，他的想法是他亲身作为一个女同性恋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是我看百合的想法，作为一个那个单纯阅读读物的读者的想法，但我们都觉得好像不用硬分
攻受，对，哇，三次方，你讲的话跟他当初对我讲的话一模一样。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护工很好吃啊，护工超好吃的。然后我就说对，真的，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好像不一定要分攻受，就爱就是爱，就对，是的。西西尔说什么要立场而定？你是说攻受吗？看攻受？你说要看情境吗？的确吧，我觉得有时候谁攻谁受就是看情境啊。然后在某些情况下就会有反过来的时候嘛，我觉得没问题啊，根本没问题吧。护工有人不行，猫猫冷静，他单不单身其实我不知道，但我很久没有跟他聊天了，因为我跟那个好朋友都是细水长流，久久才私讯一次。我看一下我们上次的对话在讲什么好了，我突然蛮好奇的。我们应该很久没有聊这些话题了，但他感觉最近工作很忙而且我没有想要让我的台变成交友中心，所以我是不会提供他的资讯给你的。你说善恶是依据那个立场而定嘛？我觉得也是啦，我觉得也是。就你基于不同的角度，会把这个人分成善人还是恶人也不一定。那我自己目前就是会比较想要对事不对人，就是同一个人他可能会做一些善行，但是他也会做一些恶行。对，像我也会做一些坏的事。不是啦，就是也许有时候我做的事情也会让你们觉得可能不认同。那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时候你们要批评我，我也是欢迎的，我觉得没有不好。但就是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办法很二元的分出这个人就是绝对的好人或是绝对的坏人。对，所以大家可以试着不要被制约了，不要被二分法制约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跟我说的那位女同朋友最近的对话是，我推荐她一款百合游戏，How Talk To， 结果我自己也没有玩，因为我根本没空玩游戏，救命哦！好，花里香晚安，你好，互授也很像，我没听过互授我没有想过互授是什么意思啊？互相对对方提出那个战斗邀请是吗？这我不知道。互攻比较贴近真实情侣的状况，大部分同性情侣，男同性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什么男同性恋的朋友。但是基于我也好像也只有比较常聊天，也只有他。基于我从女同性恋朋友的亲身说法得到的情报是这样子，没有错。对，我不要讲太多，因为我不想帮人家代言。对，好，被女同性。被问过女同性，被问过女同志没有那个怎么当一？不是，我们都有手我是不是讲太多？不是，男同性也没有那个啊，男同性也没有女生有的那个啊，就是。没有那个对应器官是不会用别的器官哦，要讲这么明白是不是？反正不是，方法是人家想出来的。问沙小，僵尸晚安，你好，欢迎。那个游戏你们想知道？好啦，我等一下贴在 DC 啦，对。是的互授是看小猫咪互相试探吗？听起来超好看，我懂了。对，反正我也觉得攻受不需要分那么细啦，我觉得攻受是不需要。哇，伊藤绿茶你也是蛮直接的，我只有讲手，你还在那边手脚嘴巴，脚跟嘴巴都出来了吗？脚吗？真的假的？我不想知道那么多靠腰，妈妈在旁边，完了，再见了。救命！我好超过，有点失控，不好意思。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对方根本不熟，还问这个问题是蛮没礼貌的。基本上就等于你们问我跟火嫂之间的那种事情，我也会觉得蛮没礼貌的。甚至你们也不算很不熟了，我是觉得我真的有把你们当家人跟朋友，但是，对啊，就是谁会想平白无故问这个问题啊？是有什么毛病？问啥小？好。要加 DC 才能知道百合游戏吗？加一下，让我取暖，拜托。对这时候可以拿出那个之前讲过的那个啦，巨石强森法则啦。
你不会想要直接问巨石强森的问题，你他妈就不要问其他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或是你不会问你阿嬷的问题，你就不要问其他人。你会问你阿嬷怎么跟你阿公那个吗？你会吗？那你就不要乱问其他人，好不好？好，讲完了。真的耶，阿酸真的是勇者哎，完蛋了！我是不是要加注警语，就是什么今天火舌可能会很超过，建议戴耳机这样子，好像要哎。好，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完了。伊藤绿茶讲太多了，讲太多了。那个，我们合家观赏，我们合家观赏。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再想想。顺便调查一下啦，大家觉得我们 DC 有需要那个吗 ？R18 频道吗？有的话你们再跟我说好不好？有的话我真的开，就是要那个你的账号都是要通过验证，是真的满18岁才可以进入那个频道的。就是我认真啦，我认真。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这种话题，我觉得没有不行啊，我觉得没有不行，我觉得 OK。但是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就是没有满18岁的人不能看这些。对，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这个频道，我可以新增一下。我真的开你真的话，好啊。我觉得我就本来就很鼓励，就是如果想要用台语文做一些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 OK。对，我会爱看啦，就是基于这个，我觉得台语应该要被使用在各种场域。对，基于这个前提，不是因为我自己爱看啊，我没有这样说。基于这个前提，我蛮想要看到多一点台语文的这类创作的，没错。要怎么验证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是可以验证的吧。跟家人政治立场不合，我已经爆破那么久了，我讲了那么多有一点政治的东西，你也是蛮勇的，蛮勇的。遇过很多没礼貌异性恋，很喜欢问床弟之间的事，很好奇不会自己 Google， 真的。我觉得按照一般的那个正常人有判断力的话，应该与其去乱问人家，会觉得 Google 一下比较好吧？是怎样啊？对。我刚刚有说，就是我会跟那个，就是我的朋友挂号，她是女同性恋，就是会跟她聊这些，本来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熟了，然后她她就会跟我分享她的感情事跟就是杂七杂八的想法，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主动探问超没礼貌，对，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熟，然后就默契，就是你很确定对方可以讲这个，才会讲这个，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之前还有在看百合的时候会跟他交流啊，他会推荐我很多很肉的，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对，反正就还是要有基本的礼貌就是了。是床子吗？是床子哦。算了，我对中文没有想要研究太多，我可以继续念错没关系。2家49移民养出台独，我也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家里面都是49移民，但是他也超独的，然后他也是每天活得很痛苦，他会跟我抱怨，对，但他蛮有想法的，我蛮爱他的，对，好唐突，会不会最后就是有可能有可能猫猫要除外吧？猫猫不是说都没听过吗？不是还几岁而已，都是爸爸妈妈讲的，是不是应该把猫猫从那个 R18 频道排除啊？谢谢。有道理耶 ，Google 看书，然后也有女同志写书教，好酷哦，哇，这不错哎，感觉是蛮，就是怎么说呢？常常会觉得大家会从一些不当的管道获取错误的性知识，感觉还是要有这种比较真的认真传递知识的书，好像是可以看一看。对，讲直接一点啦，本本跟片片都是娱乐性比较重，你看那个可能没办法学到真正的性知识。比如说你看武打片，你看一看不会真的会打架啊，真的不一样啊，那是给你好看的，那个不是让你变得真的很擅长的，那是不一样的。好，不要讲太多。好，我们还是换话题，对，讲个大概就好了。好尖锐，爱了，想讲这个想很久啦。
得逞啦，得逞啦！我自己也有开过台语早安台啦，对，特色片也不是看了就会打，特色片吗？看了就要会变身吗？看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制服超大型怪物吗？不可能吧？对啊，而且真正的女同性恋的故事跟百合应该也不一样吧？就像真的男同性恋跟那叫什么 BL 那种腐的创作也是不一样的啦，也多多少少是不一样的啦。这应该不用讲吧？这其实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吧？好，我恨某些台语早安台，超恨。好尖锐的话题，天哪！好，我要讲了，爆破时间啊，跟伊藤绿茶讲的差不多，就是觉得，就是对，有些人就感觉讲台语是把它当成一个惩罚，对，我觉得怎么说比较好呢？有一些台语早餐台。他就是会标榜说什么主播的台语听了会中风哦，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然后有一些观众就是会为了嘲笑主播台语讲不好，然后就想要看这样子的台，然后让我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真的一开始就是接触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是真的心情是蛮 emo 的，emo 到生活无法自理，就是有点陷入那个真的很难过的情绪，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些 VTuber 会甚至把这个当成卖点。就是他知道会有人想要来嘲笑他，然后他就要昭告天下，他就会故意说我的台语超不好的哦，对，甚至是很多人都知道他台语不好，然后我没有要臭人，对事不对人，但是我真的很痛苦，所以我要讲，就是甚至有 VTuber 就是他是公认的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在一些留言区什么要推荐台语好的 VTuber 的时候自己留言，对，或是别人会标他，然后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在故意，就是他就是在怎么讲，算反讽嘛，就是他台语很不好，但是是的，就是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多人缺乏这个意识啦，就是我没有要说他们就是反正我很恨，对，生活无法自理，那生活可以靠医理直接考。我讲很痛苦的事，那边给我那个什么托克 CP， 我会笑死。好啦，没有生气，但是你可以画出来好不好？这种的很多我觉得这种的很多而且其中也不乏蛮多是我原本算蛮尊敬，或是我自己本来也有点喜欢的 VTuber， 但真的蛮多人会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对，就我讲比较凶一点，就是，所以是怎样？你觉得你觉得一整个世代被集体割舌头，就是一个语言濒临灭绝，没有办法被好好传承。一个原本很多人会讲的语言，就是因为一些政策变得几乎所有人都不会讲。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吗？你觉得一个世代的集体失语是一件很好笑的事吗？基本上我不知道啦，感觉会有人说我这样很极端，是不是？但是我就是这个感觉，好不好？就不是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对，很凶啦。但是我每次要讲这种很凶的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没说错，我才敢这样讲。对，我想聊天室可能很多人也是，可能跟我会有相近的想法啦。对，反正就是这样子。这种真的蛮恨的，对。而且可能有些人是会想要进步的，就是他知道他现在讲不好，然后我有遇到一些人啦，就是愿意讲台语，但是讲的时候还是会被一些聊天室的人说讲得很烂，不要讲。对，那我确实有接触到一些人是很想讲，但是因为这样子被弄得不敢讲。对，我就觉得头很痛。哦，我声音忽大忽小吗？我讲太多话了。OK， 知道我很激动，但先别激动，谢谢。对，就是这样。然后首先检讨观众啦。嗨，阿莹、安，
对，这只狸猫在那个礼拜天会被我抓来联动，哈哈哈哈，被迫来的，先发个扳手，到时候它可以管秩序哈。好 ，OK， 对，首先先检讨观众好不好？我觉得蛮多观众都，对啊，我真的是激动到我激动的时候我会动来动去，所以我真的会离麦克风忽远忽近，是真的，对，好。就不是啦，我就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在聊天室说什么主播台语讲得很不好啊，怎么会这样讲啊？然后什么很多就会喜欢说什么啊，我在家里都讲台语啊，不是，我就想说你用打字的也没办法证明啊。我这样是很凶啊，但我是真心诚意这样讲我是真心诚意这样想就是人家主播他愿意讲，他想要试着讲，对啊。其实呢，你只是一个在聊天室打字的人，没有人知道你真的讲多好。你要在那边吹嘘说你很会讲，也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会讲。对，那你可以怎么证明呢？也不是没办法证明啊，你可以去考检定啊。如果你考检定的话，你还可以拿那个检定有过几级来说嘴，或是你去拿一个什么那个演讲比赛得名哦。我就信你很会讲，好不好？我就相信你真的蛮会讲。对，就是耍嘴皮子，是的，就是耍嘴皮子。就是我哪知道你会不会真的讲啊？你要怎么讲都可以，怎么讲都你赢你好意思哦。对，那对这种我都会觉得，那好嘛，你出来开台嘛。你觉得你很会讲，你可以对出个比赛也可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国家在比台语演讲，但是对，原来台语有检定啊，有，还蛮多种的。没有说很多种，我也只知道2种，一个是教育部的是叫做教育部认证，然后蛮便宜的；另一个比较贵的是成功大学办的，是北维基检定。然后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全部都是北维基的罗马字的，所以你要熟悉全罗马字，可能才有办法去考，然后也比较贵。对，客语也有，但是我不会，就是我的客语没有好到。没有啦，我不会客语，我只会几句跟几个单词，我觉得不算会。我不会客语，所以我没有特别研究客语有哪些检定，但我知道有，我知道有。对，族语当然也有啊，就是原住民族族语也是有检定的。对，所以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台语有检定啦。对，那我就分享一下给大家。然后我有考过，所以我有时候会拿那个出来说嘴。我觉得为什么会拿这个出来说嘴呢？不是，我都考了。这无敌的吧，你能反驳我吗？你要的话，你也可以去考。对，其实你听不太懂台语，也不太会讲。没关系啊，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学的话，可以多看我的台。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台会多讲一点台语啦，然后电动台也会尽量多讲一点。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泡耳朵的话，就是可以来多看我的台。然后如果你是真的有想要学的话，也蛮欢迎可以到我的 Discord 群组，就是。我都讲群组虽然都是伺服器算了，随便啦，都可以到我的 Discord， 然后就是会有那个专门频道是可以讨论台语的，就是有一些词不知道怎么讲，或是你不知道哪里有好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学习。如果你是真的想学，都可以去那边发问，跟大家讨论。对，有空可以看看不强迫啦，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我也没有认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学台语，我觉得没有啦，就是。我之前有讲过这件事吗？我也不确定但我不介意再讲一下。就是我好像没有在直播讲过，就是大家不会台语也不是自己自愿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被迫很会讲中文，而不会其他本土语言，这件事情不是大家自愿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所有人有义务。要刻意舍弃你原本会的中文，然后硬去改用其他本土语言。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选择，但是大家没有非得这么做。我从来不会这样说，我从来不会说所有人都必须这么做。我尊重大家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选择不想学台语，你想要就是继续每天只讲中文，你就觉得可以活得很好，也确实可以活得很好的话，我也觉得没关系啊，我不会逼你，对。所以的确就是你真的想学的话，可以来这个群组多交流。对不想也没关系，你不要阻止我们想学的人就好。对这个阿曼欢迎你来看我臭人，好爽。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对，就不是啊，就大家被迫很会中文，就也不是自愿的。我觉得就也没办法啦，尊重大家，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怎样。对，就是这样子。但是只是希望大家知道，想学台语的话，可以找我，我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或是提供一些资源这样子。偏乡的艺文场所会希望有台语证明比较加分啊，原来如此。我比较没有在找其他离我遥远的地方的工作，所以我比较不知道。当然要点出来，可到这种提出来点红心，也不会被自卑，应该是不会到自卑啦。不过的确，对啊，不是啊，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人说什么，有些人很爱写台罗，感觉很有优越感，我都想说啊，不是，你觉得写这个会有优越感啊，那你就去学，你就可以一起优越。虽然我是觉得没什么优越感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的话，你学一下，你不就可以一起优越了吗？是想怎样？对啊，你在这边抱怨也不会解决问题，好不好？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别人有优越感，其实是因为自己自卑，就是你觉得他有优越感，但他可能其实没有啊，他可能其实一点都不优越啊。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不是其实你自卑？对，听起来很尖锐啦，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想一下，对呀，技多不压身，真的，对，我觉得像百灵说的没错啦。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像百灵说的，就是真的不学没关系，不学真的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啊，又不会怎样。你不学台文，你还是可以来看我的台啊。你不会听台语，我平常还是讲很多中文的，就是你单纯觉得陈火蛇这个人很有趣，想要来看，也不会怎么样，也可以。对，没错。感谢阿莹趁机宣传，多听9595。对，那也算是泡耳朵啊，听一听可能台语会变好，可以听。对，蛮推荐的。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热推榜上，还是他已经不是很新的歌了，我也不知道。好，但是我是觉得我写的还不错啦。优越感哦，觉得自己会写很棒，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有优越感也没关系吧，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你不会自卑的话，然后有一些人有莫名的优越感，你看不顺眼，你好像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很痛苦就我不知道啦，我好像比较少感觉到某些人有表现出优越感，对。但是如果我感觉到某些人因为他刚好有某些技能就觉得很优越的话，我好像也不会怎样我就觉得那好啊，你会那件事你很开心，那不错啊 ，good for you 啊，我也会一些我会的你不会的有什么关系？对，所以我觉得会常常觉得别人有优越感让你很不舒服，好像是有点怪怪的，对，因为我也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之前有讲过，但可能有些新朋友就是嗨贺宇你好，晚安欢迎，就是我的朋友汰换率蛮高的。对，有一些会被我叫做以前的朋友，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朋友。好了，今天没有要讲这 part， 但是我有一个以前的朋友。对，为什么是以前呢？因为他做了某些事，让我不再把他当朋友了。有一个以前的朋友，他英文很不好，他英语很不好，然后他是真的很自卑啦。对，我知道他可能很痛苦，但我帮不了。对，但是他就会在有时候我跟一些比如说外国人，或是跟一些英语很好的人。我们之间有一些词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用到一点英语。我说的一点是真的很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单字。有时候又会有那个一个单字你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的时候，就会有对。然后有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这种单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自卑，然后他就会很常一直靠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一直把他的负面情绪输出给我。对，就一直在那边讲说，我觉得你们英语都很强，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没有办法一直跟你们相处。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你都这样说了，那就不要跟你相处了。所以他就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对。这讲台文没啥很像写看我不是你就会写啊？那个全汉字的台文，对啊，这个也是我知道这比较常写汉字嘛，对。但是写出来的也都是就是台文，就是台文，对，就是我觉得是原本会讲台语的人要能写台文，其实都是蛮快的，不会很难。像阿莹也是嘛，我知道阿莹本来可能也对台文没有那么多接触，但是
就是最近都会看到阿莹在聊天室会写一些台文嘛，像那个 Ben Paise 也是啊，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原本会台语的人在学，其实都很快，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会台文很优越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不好，真的啦，可以学，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优越，不错吧？干嘛晶晶体？我觉得晶晶体也要看是不是故意的啦，有一些晶晶体很故意啊，就是它就是一些明明就是简单的字，你就硬要把它换那个什么，对啊，什么总 total 或者什么，我现在那个 streaming 很累啦，很想要等一下去那个 sleep 一下，就很烦，对。不一样，好不好？不一样，对啊，有一些是很难找到对应的词的，像什么 overrated， 有时候被翻成过誉嘛，但我觉得好像意思会有点微妙的差别，我有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想讲 overrated， 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有一些词是真的我会找不到中文对应的词，这种时候就还是会用英语词，对啊，我又不是故意假装自己很会英语在那边优越。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子讲话，他想要表现出那个他好像会英语很优越，我只会觉得他很好笑，好不好？我才不会自卑嘞。可能是因为我会英语啦，对，那没关系。我再举个例子，我不会法语，我真的不会法语。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讲一句中文里面要混好几个法语词，然后我真的也听不懂，我就觉得好。那你开心就好，我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就我不是法语，我不会法语，就只是因为我不会啊，会怎样吗？我不需要。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台语算流利，但是台文、台罗都会看不会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有想学的话可以学啊，没有想学的话就也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我觉得本来就大家都很忙，就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想学。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逼迫大家说什么一定要学台文才可以，对啊，我觉得没差啦，对。这讲人也较惯习汉字，台落会当看，台落只会当看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因为大家也是有需要忙着特生活的哦，也是要那个要吃饭嘛，要睡觉嘛，要过生活，所以就本来大家能用的时间都有限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自己真的有兴趣想要学，那大家一定也都是很愿意，就是提供自己知道的事情，可以来互相交流。所以慢慢来没关系啊，慢慢来，大家还是开心就好。我觉得开心最重要。对，我会喜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台语的企划，或是我自己很爱用台文，也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让我很开心而已。对。大家开心，我也开心，好吧？那一天的优越起来，谢谢。对 ，Great 会被翻成伟大，但是中文语境的伟大都是正面。你说 Great pain 吗？很痛的巨大的痛苦，英文也会讲 Great pain， 但是中文的伟大都是正面的用词，不会说伟大的痛苦。有道理，因为本来每个语言就是会有一些没办法完美的对应上，或是没办法完全对应翻译的。台语也有啊，什么莫变贵，中文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或者是什么秦家长，就是意思很多嘛，秦家长有好几个意思，它没办法唯一对应到一个中文词。对，它被翻成中文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看上下文，要用一些适合相近，但是可能意思还是没有办法一模一样的词。对，我觉得这是无可避免的，毕竟就是不同的语言就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有些词是这个语言有，别的语言没有的。像什么中文有孝顺嘛，台语有友好嘛，英语我不知道英语有这个词吗？我自己是不知道，好像没有齁，因为他们的文化里就比较不讲究这个，没有这个概念嘛，也许是这样。对，我不知道那个孝顺英语要怎么讲？就是那个 be nice to your parents 还是怎样？我还真的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认知到，就是不同语言有时候是没办法互相直接的一个词对一个词的翻译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好，这样我有清楚表达我为什么恨某些台语早安台吗？应该有吧？对，我想一下哦，好像该讲有讲到啦，就是 obedient 吗？完全是顺从吗？我也不知道。好台语早安台，对，反正就是有一些主播开台语早安台的那个呈现起来的，让我感觉到啦，
说不定他没有这样想，好不好？说不定他们没有这样想，只是让我感觉到很像是他也没有想要变得会讲，他也没有要让自己的台语进步，他就只是要一直维持一个不太会讲的状态，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然后他用这个来取悦观众，我会觉得有点被冒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会加重大家对台语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对，这些既有的印象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会讲台语。我觉得加深这个印象，对台语这个语言的传承，好像不是好事。嗨，酒和茶茶，晚安晚安，欢迎你来。对啊，我觉得好像不是好事而且稍早也有提到啦，就是稍早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对待濒危语言跟对待其他普通的语言的态度，或是对待的方式，就是应该会不一样，它就是会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什么，如果有人开那个英语台讲得很破，然后会被大家笑，好像也没关系。对啦，可是台语好像不能这样对待，因为它确实真的是在消失中。对，所以至少我自己觉得有人开这样的台会让我觉得很冒犯。然后我要讲一个可能更容易言上的，但是我因为真的这么想，所以我还是就这么讲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接受自己永远台语都讲得破破的，我就会觉得你好像你的自我认同就是你不是一个讲台语的人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可以容忍我可以容忍我自己的日语，就是只会几个简单的单词，然后破破的，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讲日语的族群，对，我的自我认同就不是，对，所以我可以接受自己是这个状态。那如果你自己的认同是一个不会讲台语的人，我觉得没有不可以，我也不会说台湾人一定要会讲台语，我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认同是一个不会讲台语的人，然后你还一直要开台语早安台，我会觉得有点文化挪用啦，好不好？那个你们要把我送去避难所，我是无所谓，就是我觉得从我一开始频道做这方面的主题就没有在怕的，好不好？我就真的这样觉得嘛。身为一个有在讲台语，然后会常常因为自己台语不够好会觉得困扰的人，身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觉得可以不要这样文化挪用吗？就是你就是确定自己打死台语都不会进步了，你就是觉得那个年轻人台语永远都讲得破破的没关系，甚至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我觉得被冒犯了，好不好？我觉得很冒犯，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像是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大家就知道的话，我记得英语的那个腔调也是那个黑人族群会有一个黑人族群自己的腔调嘛。对，现在2025年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知道就是在某些时空背景下，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可能还有，就是如果白人刻意去模仿黑人的英语腔调，其实是一件蛮冒犯的事。我不知道这个类比恰不恰当，但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点那个感觉，好不好？稍微提供一点那个感觉。对，就是对啊，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冒犯？因为这真的很冒犯。没错，就是你不要惹人家不开心之后再检讨人家为什么不开心，好不好？你就是做了什么事让他不开心啊？还不准他讲哦。对，的确，凶一点的话是这样。是的，说出来了，舒服了。对，把这题放进转盘，就是因为一直很想讲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很文化挪用啦，我觉得不好啦，我不开心啦，好不好？不想看到这种的。对，那如果是真的没有很会讲，但是真的想要多讲多进步的话，我是蛮喜欢的，蛮爱看的。对，可是我是真的觉得有些人他很明显就是透露出一个，他就是要永远讲不好，然后永远讲不好可以让大家笑，就是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获得流量，哗众取宠。那我觉得他是用一个文化挪用的方式，而且是消费某种悲剧的方式来博取流量，我觉得很冒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要被拿出来检讨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种人会不会看我的台啦，但是就是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啦，对，就是这样啊。以上言论不代表所有台语文使用者立场，只是阿慧自己很容易生气，好不好？但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对，但我觉得我说的没错。那不服可以来辩，没关系，蛮欢迎的。直接战斗邀请，我的天啊，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恐怖了？好，就是这样，还不准讲，那是很独裁啊，很常会有啊，很常会有那种想要叫那个受害者息事宁人的也很多啊。之前不是网络上也有传吗？就是某个什么，好像是有学校有那个毕业典礼嘛，然后就是有性侵吗？是性侵还是性骚扰？好像是性侵，是不是？有性侵案件，然后就是那个受害者就是不希望在毕业典礼上看到加害者，然后就是学校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因为这样子，那个毕业典礼好像是办不成还是延期嘛，然后就居然有那个同学校的人是性侵嘛，我没记错，就是居然有同学校的人在那边讲说受害者是不会闭嘴嘛，我那时候我靠是怎样？你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帮凶一样，你知道吗？那超可恶就是人家要为自己发声还不可以哦，人家受到侵害还不能为自己发声哦，那你基本上跟加害者站在一起你要确定对，我觉得是同样的意思啦，就是如果有些人觉得被冒犯了，或是觉得被伤害了，不要叫他不准讲，好不好？你叫他不准讲，你就是那个叫什么胖虎的帮凶，对，你就是胖虎的帮凶，你一样可恶。对，我之前好像在某个粉专看到过一个图，我觉得形容的蛮好的，我再抄袭一下，对，就是呢，如果有一天那个你看到胖虎痛扁大雄，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挺大雄制裁胖虎，第二个选择叫做跟胖虎一起扁大雄，然后第二个选择叫做什么都不说，容忍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还有第二个选择叫做叫大雄闭嘴，被揍了就被揍了。我的数学没问题哦，我刚刚讲了3次第二种啊，那其实就是同一种好吗？你这3件，你做这3种事情都是在挺胖虎，那是一样的。对，不要以为你有很多选择，好不好？你就是你要么就是挺受害者，要么就是挺加害者，没有别种了。任何其他选择，只要你没有帮受害者，你不允许他发生，你就是在挺加害者，好不好？就是提醒给大家。对，加害者家长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是超扯的。那基本上就是跟那个加害者，我觉得是同样程度的罪，同样程度的恶行。对，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没错，就像如果某间连锁店闹出了性侵案件，然后有人想要抵制那家连锁店，你还不准人家抵制，我就觉得你在挺胖虎。对，是的，就是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今天讲够多了，有讲到这个我期待已久、非常辛辣的我恨台语早安台，讲出来了，开心了。那我也讲太多话了，可以休息？没有不能休息，我要去玩我最爱玩的游戏了，可以去剪片了，太好了。好啦，我等一下可能吃个饭再剪片吧。那大家如果还没吃晚餐的话，记得吃晚餐呐，拜托了，记得吃一下晚餐。好，我来看看要降落去哪里哦，然后看一下要宣传什么，然后接下来会休息一下啦，应该会有2天没有开，对不对？哇，我的马铃薯老师，我的电脑不行了，我的手表跑不出来啊！下次见到大家是礼拜5，对，我明天后天不开，下次见到大家是礼拜5的这个祈祷模拟器，还蛮好玩的。对，我会开一个表单，虽然我还在拖拉拉，但是我打算要开一个表单，让大家可以投稿最近的烦恼，或是有什么想要告解的哦。最近有做什么坏事可以跟我说，好不好？可以聆听大家的告解啊。基本上就是开一个匿名表单，就是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就礼拜5见。忘记讲几点了，白痴哦。礼拜5的18点，所以是6点。礼拜5的傍晚6点，我们来告解一下。好，我们告解台见。我来看我要飞去哪，要看一下。
有谁在开台啊？看一下哦。完了，我要找一下让大家再聊一下天。Callback 上次的转盘，为什么生小孩之前不能考试？对啊，我觉得我的这个转盘系列都是有时候还是会在这一集讲到前一集讲过的内容啦，肯定还是会的。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每一集都看哦，就才不会不知道那个下一集那叫什么，才不会知道这一集在讲什么哦。完蛋了，我订阅的 VTuber 太少了，没地方降落怎么会这样？没得降，我只能降待机室吗？真的假的？大家安，已经跟大家讲安讲遮久，还袂飞啊！嗨哟，嗨啊！我应该要多订阅一点 VTuber， 救命！那我要乱降一通啊！完了，歹戏拖棚了。待机室也可以是不是？好啦，待机室也可以。或是我们看影片可以降吗？影片不行对不对？其实是要首播影片才可以。好啦，我们去待机室好了。有兴趣的就自己把那个小铃铛点开，就只能帮到这里了。好，我们去社西恩吧。虎林有开吗？我看一下。我没订阅他吗？真的假的？我陈火蛇没有订阅他哦。虎林有开吗？我有订阅他Uncle 是要怎样？再一个转盘哦？真的假的？这么拼？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讲太多话虎林好像没开，算了，Uncle 一下，说不定 Uncle 完就有人开台了。有道理。好，再一个。有没有人跑了？没有，太好了，大家都还在，好开心。哇，我超爱这个。花生Bunny你好，欢迎你来。还好你来的时候有 Uncle， 不然又没得看。好，这个也是积怨已久这个积怨已久的叫做叫他自己来问我。对，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很常有一个困扰就是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少回老家啦，有时候那个亲戚就会想要问我家的人，问说什么最近这个陈火蛇在干嘛？喜多哈内阿曼，这个我们的喜多哈内上看起来像日本人，但他一直强调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人啦，对。好，大家都还在，好开心。好，对，就是会有一些亲戚就很喜欢问什么，很喜欢问我的家人说，最近火蛇在干嘛？然后最近那个火蛇赚多少钱？然后想说关你屁事。然后就是我的家人就会需要再跑来问我，对我就觉得很冗啊。就是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问？他就是不敢来问我，然后又很想要知道，那明明就不关他的事，然后他知道不关我的事，不敢来问我，然后就想要从其他家人那边问到这件事情，然后我的那个被问的家人还会跟我说他觉得很烦，然后我就想说，你觉得很烦你觉得很烦能解决问题吗？我教你，尬你几包，你叫他自己来问我，我笑他不敢，他真的敢，我就回答他，好不好？对，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大家遇到相似的困扰，强烈推荐使用。对，伊藤绿茶说的这个没错，我之前好像也有讲过，就是也有一些人很喜欢问我一样的问题，对，就角色不同啦，但是一样的意思。就有些人会想要问我别人的事，我随便举例，比如说什么外亲讲什么东西行啊？没有，我现在说的是以前那个还是人类时候的亲戚，对，那个我穿越变成箱子是另一回事。好，那总之呢，就是，就是我随便举例，比如说伊藤绿茶好了，借我举例一下，
比如说伊藤绿茶就私讯我，他不会这样子，这只是举例。伊藤绿茶如果私讯我问说什么，最近伊里在干嘛？我就会想说，那我帮你打电话问他嘛，那你自己问嘛，我打电话给你，你自己问嘛，为什么要问我嘞？对，我平常对我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好，谢谢子昌的示范。霍蛇啊，伊里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帮你打给他，我拉一个群组通话好不好？我帮你打给他，然后那个你们就自己问，你们自己聊哈你们开始对话了，我就直接离开了，好不好？好不好？自己问嘛，对，一样的意思，对，好了啦，很皮耶，我怎么知道他在干嘛？你们问他嘛，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有时候家里就是会，就是会有家人想要问一些其他家人关于我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我一律建议叫他自己问。好啦，我觉得问最近火嫂在干嘛好像还可以耶，毕竟你们没办法直接联络他你们如果想嗑 CP 还是想怎样，就单纯的关心火嫂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耶。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对。但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很明显你联络得到的比如说你想问伊里，你可以直接丢棉花糖给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但是或是你可以在跟直播的时候直接问他。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可以不用问我就是徒增困扰，我就会觉得你很欠骂。对，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相似的困扰的话，也可以试着这样做，可以叫他自己去问哦。没错，就是这样子，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还是要再次谴责啦，通常做这种事的人，就是不敢自己问，才在那边硬要问别人，我觉得超可恶的。你都不敢问本人了，是不是代表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啊？你都不敢问本人了，就代表这件事情首先也没那么重要嘛，没有重要到你会直接问他嘛。再来可能根本就不关你的事嘛，你就知道本人会不想回答你了，那你还硬要问哦？对，就是这样。大正百宝能加双麒麟好不好吃？双麒麟不知道啦，那时候是加小美冰淇淋啦。自从我吃过那个蚂蚁加小美冰淇淋之后，我觉得大正百宝能加冰淇淋超好吃的，好不好？还不错。虽然我觉得分开吃可能更好吃，但我觉得加在一起是还可以。蚂蚁加冰淇淋就是真的难吃到不行，完全不行，强烈不推荐。好，讲这么多，我是不是还是不知道降落哪里啊？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同时做两件事的人，所以跟大家聊天是很专心的哦。对，我没有办法一边聊天一边找降落的地方。好啦，真的没办法了。有没有人要开台？有人要开台的可以跟我说，真的没有的话就随便挑一个待机室，好随便啊。好啦，去哪里？哇，怎么都大的手表？好失败哦！我连找个降落的地方都没有吗？离的荼毒，对，我是被迫的。没有被迫啦，就是邀请我吃虫我就吃嘛，反正大家想看我吃嘛，我哪有办法？对大家太好了。虎林开台了怎么？我重新整理看一下。他开了，好，撑到了，撑到他开了，好。对，我记得他也会讲台语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会订阅他，就是因为我发现他会讲台语，而且他是石虎你开不了那个，我知道啊，因为我们那个喜乐哈内是图奇仔，没有办法降落给他。好，虎林，对，那个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们保育濒危语言的方式，可能也是跟保育濒危动物的方式差不多。那我们就去看濒危动物吧，我们去看石虎吧，对，它还有一点客语嘛对，我记得这猫猫有推荐给我，对不对？是猫猫吧？对，反正就是知道有这位 VTuber 就是会台语，然后一些客语，对，蛮希望有机会跟他合作的。那总之大家就先降落去看他玩电动吧。以后现场抽一个 V 开台，好赚，下次一定。好，那个不一定只能抽 V， 现场抽一个观众出道，不错吧？该出道了吧？喂。好了，讲太多废话了，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吧，这样就可以去吃饭了，耶！好了，再次叫大家那个还没吃饭的要记得吃哦，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礼拜五晚上6点见，
好，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叽里呱啦。好，拜拜，大家拜拜。